生活再忙，朝早嘅儀式感真係唔可以慳㗎。每日起身，我最期待嘅就係呢杯香濃嘅黑咖啡，去開啟我精力充沛嘅一日。因為以前嘅工作體力消耗比較大，我習慣咗一定要食飽先至有足夠嘅能量去做嘢。但偏偏我本身嘅體質係容易肥嘅，所以食嘢一定要識得揀。因為早餐有雞蛋啦，可以補充足夠嘅蛋白質，仲有粟米啦，可以幫助排毒同埋高纖啦。另外有一碗好飽肚嘅奇亞籽麥皮，再配埋呢一杯100% 嘅 Arabica 嘅艾多美黑咖啡，提神又可以消水腫，即刻成個人醒晒。為咗加強代謝，等自己唔好咁容易囤積脂肪，我每日仲有2個必備嘅健康小秘密，就係呢一包菠蘿酵素，可以幫我加強消化，促進代謝。另外再加埋呢包維他命 C， 抗氧化兼可以提升免疫力，有佢哋幫身體打底，補充足夠嘅能量之餘，又唔怕會有負擔。認真食一餐早餐，單止係填飽個肚，更加係對自己身體最划算嘅投資。我識用好嘅習慣去愛自己，二半體質一樣可以活得好輕盈嘅。你話係咪容易肥胖嘅體質啊？想知我呢一套飽肚提神加強代謝嘅組合喺邊度買？即喺下面留言早餐或者 DM 我帶你一齊健康咁變靚。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啊！